世尊的弟弟曼陀因贪恋妻子不想出家，世尊以各种方便他入了佛门，虽已出家，但是不学律仪，并准备逃跑时，世尊以神变把他带上雪山上，指着那里的芒延母院问他：这芒园与你的妻子白莲花本咋日嘎二者谁美？他回答：我的妻子美，这盲人不及他1/1000。世尊说：那么我们去天界吧。又把他带到天界，世尊坐在一处，对难陀说：你自己去看看吧。他见到所有的天子在各自的无量宫殿中，被许多天女围绕，享受不可思议的安乐受用。在一座无量宫殿中有许多天女，但是无有一个天子。难陀问：这是什么原因？他们回答：在人间，世尊的弟弟难陀手持戒律，他将从人间转生天界，这是他的无量光宫殿。难陀满心欢喜，返回到世尊面前。世尊问：你看到天界了吧？他回答：看到了。世尊又问：天女与你的妻子谁美？他回答：众天女美，就像前面芒延母园与白莲花的差别一样。白莲花的差别一样，我的妻子白莲花的差别一样。返回人间后，难陀护持清净戒律，但世尊从众比丘说：难陀是为了得到善取果报而出家，你们是为了得到涅槃的安乐而出家，你们走的不是同的路，所以不要和难陀讲话，不要与他畅所欲言，不要与他坐在同一座殿上。所以我们从这里要了解到，要听到，而且我们自己的行为以后一定要行为上所需要学到的部分来说到，就我们修持佛法的起心动念，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其根本的目的是很重要的。所以相当就是在他的世尊的弟弟曼陀，他当初不愿意出家，因为是什么？因为贪心，然后就是要想念他的妻子，所以呢不想离开，所以不出家。但是世尊用神通的方式让他看天女作为一个比较跟选择，那他就是比不离开他的妻子的这种快乐感、享受幸福的这个时间，或者是这个看到了比这个更好的时间更长的，而且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呢，他就是选择了出家，好好的守持戒律，然后呢，等在离开人间的时候，可以直接投胎到天道。所以他就是在无量这种宫殿里面，然后被怎么说呢？许多的天女就是伺候，也这样的话就是比现在在人间跟他的妻子一起，比这个更幸福，他就选择了这个。所以他呢就是手持清净的戒律，然后就是维护戒律，然后当然就是跟在世尊的那个身边的所有的比丘者一样的。那就行为都是一样的，都是很如法的，但是根本的起心动念上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世尊就给其他的比丘者说：你们是为了要得到涅槃的究竟果位，但是他的弟弟呢，只是为了还是一样的时间的这种贪心，要享受到那种
怎么说呢？上山道的，就是相当于善接的天然的这种快乐，所以呢，你们是不能坐在一个垫上面，也不要跟他说话，不要跟他做什么接触，就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们是求什么？重点在这里。我们学佛是求什么？我们学佛出这么忙碌的时间，忙碌当中呢，就是我们出时间，然后就好不容易能有一点点可以学习佛法、修持佛法、做功课的时间当中，我们就坚持的修持，目的是什么？不是得到世间的安慰，世间的这种短暂的安慰。就像师尊说的，他的弟弟就是在天界得到天界的国位，而手持戒律都是并不是那么的伟大，而且是那些其他的比丘制都不能跟他一起坐，不能坐在一起，不能在一处里面的就是那种生活的，有这么大的区分的话，我们更不能为了精神的健康、精神的这个工作、精神的家庭的这种圆满而修持佛法。我们更要就知道的就是我们要生生世世当中解脱离六道轮回的一切痛苦，获得圆满正等觉佛位。所以我们以这样的一个起心动念，这样的一个目标是不严厉在自己的内心当中永久的去修持，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最重要的。所有的比丘都依教奉行，因此难陀非常苦恼。他想，其他比丘舍弃了我，但阿难是我的弟弟，应该慈爱我吧。于是去阿难面前，阿难也是一样，从座位上起身便走。难陀追问：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阿难说了，阿难说，这是世尊的教导。他才知道，原来是世尊教他们不要理睬他的，所以难陀十分悲伤。这时世尊来问难陀：你想不想去地狱看看？他回答：想看。世尊也顺便把他带到地狱境界，让他自己去看。难陀去那里见到了地狱的情景，并且在一处看见一空锅里燃烧着熊熊的烈火，有许多狱卒围绕着。他问：锅里为什么没有众生？他告诉他，世尊的弟子难陀为了获得天人的安乐，手持戒律。他转生天界享受安乐，善果穷尽以后转生到这里。他听后非常害怕，返回人间后，人间以后，意识到虽然转生天界，但最终会堕入恶趣，所以善去果报无有实依，真正升起了出离心。因为以限量见到地狱，所以细微的学出戒律也未违反过。因此世尊说，在我的阿难是什么护持根门第一。因此世尊说，好嘞，阿难是护持根本第一。哪怕仅仅看到地狱的图画，也会升起恐怖畏惧之心，心生厌离，何况是限量见到地狱的景象。因此世尊也说，
应在寺庙的门上绘画5分龙回图。护主龙树菩萨也说，即便见闻地狱图，意念读诵不造性，亦能升起不违心，何况真受一熟果？这样思维众多轮回痛苦，应当从内心深处放弃今生世间的一切琐事。如果内心不使其今生之事，虽然表面修法，也不可能趋入真实正法之道。阿底峡尊者接近圆寂时，一位瑜伽师问：“尊者圆寂后，我去哪里休息呢？”尊者回答：“休息就能趋入正法了吗？那么我去传讲佛法。”尊者又如前样回答，又问：“那么我应该做什么呢？”你的一切修行当一指众灯把，舍弃今生。一位僧人转绕，日正71，一是中单巴格西。好，那这个部分来说到，我们就要知道前面所讲的这些的内容。对，好，可以继续。日正是寺庙啊，这个你们要知道啊。中登巴可心说，尊者转照，固然值得欢喜，但是如能修持一真实法，不是更好吗？那这个里面所讲的坚波读书，我们就修持的起心动念的根本不是讲这些。当然，这是起心动念的根本的发心上想要有解脱之心而修持的过程当中，修持的方式，现在我们讲的就是修持的方式是哪些是最为重要这个部分。当时那位僧人想读诵大乘经典，比转绕的修法功德更广大吧。于是到经堂的走廊诵经。中等巴克西说，诵经固然值得欢喜，如果能修持以真实法，不是更好吗？他又想，修持禅定该比诵经修法功德更广大吧。又是放下经书，在场上闭目而坐。中等巴克西说，参禅也是值得欢喜的。如果能修持以真实法，不是更好吗？这时他也想不出别的修法了，只好问格西尊者：“那么我应修什么法呢？”中等巴格西回答：“舍弃今世，舍弃今世。今生世间的一切琐事，将导致现在和未来无法从轮回的痛快中痛苦中解脱，因此应当斩断此生的细琐，修持护持之菩提。”听得懂啊？所以这一切的前面的所有的行为，像比如说绕寺庙、绕经堂、绕佛堂当然就是修禅。一个人的一生当中不断的就是绕经堂，那就是肯定所有的人都觉得这个人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修行人。事实也是这样的，他是很好的修行人，但他这个绕寺庙的过程当中都是没有放下今生的一切事实的情况下，也是内心里面没有放下的情况下，也是一样的不是最如法，也不是说是最有效果的。同样的，在这个读诵经典也是一样，或者是在禅坐
禅定也是一样的。但是最主要呢，就是舍去今世，舍去今世，所以就是这个的意思。那我们相当就是这个是可以看各种不同的层次，像弥勒日巴尊者一样，放下今生的一切而修持佛法，或者是自己像比如说现在城市里面的很多居士一样，那么就像达到弥勒日巴尊者一样，放下一切。是有没有这个条件？当然很多人没有这种条件，不管是在任何地方，藏地也好，汉地也好，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很多的普通的居士们都没有这个条件。但是从这里呢，就是说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中等巴格西所讲的一样，舍去今世，并不是说你马上放下你的工作跟一切生活，然后进入山洞里面修持佛法，不是完全是只有做到这样的人才可以学习这个。所以这个呢，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舍去今生的贪心，今生生活跟今生实践的一切贪心跟贪嗔痴，那嗔恨心当然也不用讲的，这些都要放下的话，我们现在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从不同程度的情况下，我们要舍去今生的一切法，今生的一切实践法，往这个方面就是做到一个学习的这种一个这样的作用，也是非常有用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这个想法，我们只是为了今生，我们今天念一句观音菩萨的心珠，念一句莲花生大师的心珠，我们今天修诵一次绿度母的共修，这些都是为了我的时间，我的这个工作事情越来越好，我的怎么说呢，客户要越来越多，那么我的儿子我的女儿一定要越来越顺利，越来越圆满那么怎么说呢，那个小孩的那个读书越来越好，毕业的时候呢，就是他考得越来越好，这种的想法去念经修法，这些你每天到晚一直都是在行持善的这种事业的情况下，内心里面的你的需求都是为了今生的这些事件的事情的话，你的修行就是不是特别如法的，没有达到该需要的那种标准。所以这个两者之间有区别嘛？舍去今世那你就从一个角度来看到，那是不是我从现在开始工作也不要，家庭也不要，跑到山洞里面修行当然这个就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得到的事情。但是所谓的那这个做不到的话，那舍去今世是什么意思？但是最起码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的起心动念，不是要为了今生实践的所有的这种民生跟金钱、工作、健康等等这些作为最终的目的而修持佛法。我们把所有的这个修持佛法的起心动念的目的，都是为了要跳脱轮回的苦海，而要获得圆满正等于佛的果位。以这样的修持，就可以说是修持的方法是正确的，达到的这个一定要听懂。自尊自论着空